世界就在晃动。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晃动。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的共读。我们今天要进入罗马书第28天，在4天我们就把罗马书读完。在明年的1月、2月，我们会用灵修笔记的方式，来读利未记和民数记。那我们会到3月份的时候，再一起来共读路加福音。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请周成汉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吧？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早晨，也在一天的开始，就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来光照我们，是吧？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也透过牧师的共读，将我们的实心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温暖我们，成为肉心，是吧？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不再一样，是吧？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一同进入你的话语里。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刚才提到灵修笔记，灵修笔记就是把每一天的经文能够先读一次，读完一次，我们能够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找金句，找出当天一句神要给我们的经节。那第二个就是能够写感动，写下神要给我们的今天经文这种感动。第三个就是今日事，把我们今天的要做的事情祷告交给上帝。那第4件事情就是今日必，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在一天当中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在我们这个礼拜的当中，周报当中，我们会有来介绍关于灵修笔记如何来进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早来预备。那我们昨天提到了在罗马书神在拣选上公义的最后一段，就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是永不改变的，并且保罗要来结束拣选的主题，从第9章到11章。保罗再次提到说，当犹太人被丢弃，世界上的外邦人可以跟神和好。那犹太人如果被神所收纳，被神所接纳，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世人就带来救恩的盼望。所以所献的新面，整个以色列的祖先，从信心开始落圣洁，整个面团都圣洁，树根落圣洁，树枝也都圣洁。就福音来说，犹太人是外邦人，看起来是仇敌，但就拣选来说，犹太人因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神所爱的，因为上次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好，这是11章的28、29节。而上帝把世人都圈在不顺服中，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但是神的心意目的也要来怜悯世人所以不是只有眼睁睁看着世人犯罪亏缺神的荣耀，而是神有一个主动救赎的计划。这是9章到11章神在拣选上的公义。我们今天要进入12章，直到最后的15章。好，那是讲到基督徒教会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样子的挑战，不仅是在教会内，甚至在社会上，在国家当中。所以保罗把这个因信称义或是神的义呢，从罪恶称义成圣拣选带到世界上。那在12到15章当中，可以分为几段，一个就是基于神的计划和奥秘，保罗奉劝读者的作为。那接着从12章3节开始，就是新一更新的变化，讲到信徒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读完的12章，13章讲到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14到15章讲到基督徒跟软弱肢体弟兄姐妹合一的关系啊。我们看到犹太人是一棵老树，而外邦人是新枝，在生命树上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彼此的需要，能够彼此的互补，还能够彼此的帮助。而生命树是谁呢？生命树就是指教会啊。好，我们请陈汉来带我们读12章的第1节到第2节。12章，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不要被这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好，那保罗一开始在那边提到，保罗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好，那就是罗马教会的收信人，就是所有读罗马书的人。好，那所以一开始有个所以这个字呢，代表了从第1章一直到11章啊的一个应用。好，所以1到11章呢，好是一个神学的教导，或是一个信仰上面的教导，好根基。好，那这根基建立完之后，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以神的慈悲，就是用神的怜悯、神的同情来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好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献上活祭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祭物献出去的时候，这个祭物的所有权就不再是那个献祭物的人，而是神。好，所以就是我们的，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我们愿意奉献自己，因信受苦而因信得荣，就是把我们的主权也交给神。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现在中译本翻成，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好，理所当然，好，意思就是周详思考过的侍奉，就是评量过、算过，好，然后明白，好，出自于心灵，用心灵敬拜，也出自于理智，好，就是用心思意念，好，那彻底的思想过。所以可以翻成说，所以因着上帝的慈悲，我劝你们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为神而活。这种献祭是神欢喜悦纳的，也是出于你们心灵理智的敬拜。所以我们敬拜不是只有凭着一份感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也是凭着一份决心，而这份决心是因为我们从听到信道来的，好，对基督的信心来的，从基督的话来的。不要被这世界同化，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效法就是不要再效法，表示我们过去是为着世界，跟着世界周旋而活，要让神改造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个不要效法，就是不要有效法世界的习惯，不要活在旧的习惯当中。更新而变化，就是要被更新我们的理智心智，而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的理智心智不是按照旧的规矩、旧的律法，而是按照心灵的样式、心灵的样态圣灵的样式，能够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按照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就是那美善的、可喜悦的，是纯全的事情，就是 God is good， 神是好的，而不是说神是我们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不是，而是圣灵使我们领受的是阿爸父，是儿女的心，所以我们愿意凡事照神的意思。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奉献的生活，12章一开始。而奉献的对象呢是神，而奉献的祭物呢就是自己，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要完全的献上，就是把主权，这也是整个基督教伦理的很重要的重点。保罗要把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一方面要更新自己的心智生活方式来遵行神的旨意好，所以新译本的翻译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
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辨别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神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情啊。好，所以这2节呢，好，就是保罗好他对接下来12章到15章，好，保罗所要继续应用，把因信称义好的这一份信仰好的基础呢，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好，接着再请陈汉带我们来读第3节到第8节。凭着上帝给我的恩惠，我要对你们各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一个身体有好些肢体构成的，而每一个肢体有它不同的功用。同样，虽然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各自彼此联络，构成身体不同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好好地运用不同的恩赐，做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的恩赐是传讲信息，就该照着信心的程度传讲；是服务就该服务，是教导就该教导，是劝勉就该劝勉，是施予就该慷慨，做领袖就不该辞辛劳，是怜悯人就该高高兴兴。好，那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好，那怎么样子来服侍呢？好，是理所当然的呢？那在这里保罗提到了，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行使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礼物，并且要带着谦卑的心。好，这里提到了7样的恩赐啊。保罗第3节说，凭着神给我的恩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就是要有正确的心态。那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啊。那在这里讲到的信心呢，是一种坚信信仰中心。好，那这个信心跟前面因信称义的那个信，相信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好，而是一种神赐给基督徒的属灵的能力。这个信心呢，让基督徒可以负起当尽的责任。好，所以可以说这个信心是运用恩赐的自信哦，就是我们愿意为主去做，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赐，给我们这样的礼物，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看得合理，有正确的心态。那保罗用身体跟肢体哈，身体是有很多的肢体，身体就是整个肢体就是部分，所以所有的我们是有手脚好，然后不同的五官的各个肢体的组合而成为一个身体。而同样我们有许多人在教会当中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体，而各自能够彼此联络，就是能够放在正确的位置，能够互相的连结，是来组成身体的不同的部分哦。所以这里不是只有提到说一个身子，也谈到用处不同。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接纳所有不同特性、不同角色、不同的与我们不一样的人，而不必凡事都要求在教会大家都要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穿一样的衣服，然后有一样的这个背景，不是，而是能够去欣赏、尊重不同特性的信徒。所以这个教会的合一并不是一种统一，教会的合一呢，是一个在圣灵当中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大家各自有不同，但是却能够彼此的接纳所以这里开始讲到7大恩赐，服务就该对不起，这个从前面开始讲到传讲信息照信心，就是属灵的恩赐来传讲，服务就该服务，教导就该教导，劝勉就该劝勉，施舍施予就该慷慨，做领袖就该不辞辛劳，怜悯人就该高高兴兴了。那这里的恩赐是一种属灵的恩典，就是神赐给这种属灵恩典，让信徒能够来造就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传讲信息和本翻成说预言，那就传讲神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3章又讲到属灵的恩赐是说做先知的讲道。那信心呢也是一样就是传讲
指属灵的能力啊，好，那就是按着说预言，照着信心，按着属灵的能力来说预言。做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服务，但是这里不是指职位，我们一般执事就联想到选出来执事，不是，而是一种服务，是一种侍奉，就当专一执事啊，意思就是在那个服务当中，如果我们被分派指定，在这个服务的岗位上，就把服务的恩赐用信心用在那个服务岗位上面。劝化的意思就是鼓励、安慰、劝慰啊。那治理的就是站在那个前面，就是管理，就治理的呢，就要殷勤啊，施舍的要诚实，而怜悯人的呢，就要乐意啊。所以这里讲到了7样的恩赐，但是这个恩赐呢，都是用在对人啊，不是只有用在对自己的造就，而是对教会不同的人的造就，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好，接着我们再请陈汉他们来读9节到13节。爱人要真诚，要厌弃邪恶，持守良善，要以手足之情相亲相爱，要结成互相敬重，不要懒惰，要努力工作，以火热的心侍奉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恳切，要让贫穷的弟兄姐妹分享你所有的，要接待异乡人。好，那在前面讲到7大恩赐，好，那接着保罗提到什么是要做的跟不要做的，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要怎么样保持正确的关系呢？因为我们要跟神有正确合一的关系，才能够因信称义。我们在教会跟信徒之间，也要保持正确合一的关系。所以保罗提到爱人要真诚，要厌弃邪恶。好，那要那个爱的部分呢，就是神对或基督对人的爱，但是这里是讲到基督徒对人的爱，就是用神的爱，用阿嘎培的爱来爱彼此爱人，所以不是用自己的爱、儿女的爱、子女的亲人的爱、亲情的爱、朋友的爱。但是第10节要用手足的爱呢，来相亲相爱，结成了互相敬重这个手足之情呢，就是要如同弟兄姐妹一样，就是不逾矩，并且呢，要把恭敬礼让给对方，永远都要记得说谢谢，对不起，跟请，就是要尊重对方的主权，而不是强迫，逼迫，在教会当中的人，而是在肢体当中。爱弟兄就是弟兄之间的爱，那这里也指弟兄基督徒之间的爱，所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基督徒教会当中的关系就是一种弟兄姐妹的关系那要相亲相爱第10节说要相亲相爱，这个亲热在和本翻成亲热，就是一种父母儿女之间的爱要挚爱，然后要彼此推让，就是要把对方看得更重，甚至把对方的评价看得更高，而不是给对方看得不重要，把对方的评价看得更低。那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学习如何去欣赏，然后去给予对方能够有更高的评价，就是一种恭敬。所以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呢，这句话和本这样翻译，意思就是彼此把恭敬礼让给对方，那把对方看得更好，或是认为对方更值得被尊荣那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所要学习的，把恭敬礼让给对方，或是把教会当中的人看得更值得被尊荣。那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是一种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种把身体当作活祭来服侍神不要懒惰，要努力工作，要以火热心来侍奉懒惰就是意思是犹豫一直想，但是都没有行动或是缓慢，知道要去做就是拖拖拉拉所以成为懒惰这个字。要心里火热或是说灵里火热那这个
所以心里也说可以说在圣灵中火热，火热的意思就是水已经烧开了，开始在滚了，好，所以开始就会有声音，会有动作出来。所以我们也是带着一个圣灵的感动，好，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又说不出的叹息，好，耶稣也是带着这样的火热被圣灵所感动，好，所以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就呼叫阿爸父，然后祷告完之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好，就是一个带着一个火热，所以受难记在英文当中又叫做 passion， 好，这个 passion 就是一个带着热情，好，是一个像水晶滚了一样，好，采取行动。那在初代教会的厄利根教父呢，好，把这一段呢，好的圣经翻译说，保罗希望我们这些活在圣灵之律底下的人，不要生活在不温不火、不冷不热中，好，在圣灵当中底下生活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要在圣灵里面来大发热心，在信心中来发热，好，在信心的火中来发热。所以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好，12章12节很好记啊。好，而且这个意思呢，也让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好，就是我们要忍耐，就是站稳立场，要支撑着；祷告要恒切，就是要专注，要持续不懈。好，就好像我们在共读圣经，或是我们在为一件事情为彼此祷告，好，让看到弟兄姐妹的改变，能够如何得到更高的评价。能够把这个恭敬礼让给人，也要借着行动努力，也要借着祷告。好，13节说要让贫穷的弟兄分享你所有的，就是要接待异乡人啊。当圣徒遇到缺乏的时候，要供给。好，所以这里讲的都是非常实际生活上的事情。缺乏就是有需求的时候，要彼此的帮补。帮补就是分享，或是能够贡献一份。好，那遇到客人要款待啊。异乡客，好，要殷勤的款待，好，就是要好客，要一昧的款待，好，那一昧在和合本的翻译，好，那但现在在现代中译本没有把这个字翻出来，一昧就是要尽力的，好，尽力的，好，这个一昧的意思就是追逐，好像猎人追捕猎物一样啊。好，那在初期的时候，古代的时候呢，旅馆好昂贵，而且也不安全。而且旅馆都有一个负面的意思，好像开旅馆的人跟开妓院的人，好，被视为是类似的事情。所以早期教会这些执事，好，送差派的人或是使徒，好，他们出去住呢，好，不会选择旅馆，是住信徒的家，好，以免被人家误会他去住在旅馆，好，去住在深色的场所，好，所以要接待异乡人，就是来为主做工的人。好，接着再请陈汉带我们来读14节到最后21节。要祝福迫害你的人，是的，要祝福，不要诅咒。要跟喜悦的人同喜乐，跟哭泣的人同哭泣。无论对什么人，要同心彼此关怀，不要心骄气傲，倒要俯就卑微，也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大家看为美好的事，要踊跃去做，要尽你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朋友们，不可为自己复仇，宁可让上帝的愤怒替你伸冤，因为圣经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圣经又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会使他脸红耳赤，羞成交加。所以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好，谢谢。好，那刚才讲到前面那一段是讲到在教会当中，好，弟兄姐妹好的彼此的相待。那这一段呢，讲到基督徒在社会上，就是在社区当中，跟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好，要怎么样的来接触啊？好，所以祝福迫害你的人，好，那不是只有在社会上，好，或许在教会当中也会因为美都后，好，所以就可能会引起的纷争，好，或是引起的辖怨，好，但是呢，保罗一样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教导，好，要用祝福，好，迫害我们的人啊，好，所以这个祝福呢，意思就是赞美或是求神
赐这个打错字，赐福气给人。好，咒诅呢就是一个咒骂，求神降灾祸给人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去祷告求神降灾祸去咒诅人，而是要祷告求神去祝福人。所以这一段教训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44节，或是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27到28节，讲到了爱仇敌祸与福，也是一样，你们想要怎样待人，你们想要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去待人啊。所以要用祝福去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而不应该去咒诅。所以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没有这样信仰的人呢，他可能就会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有信仰的人呢，他是会以祝福取代咒诅，然后以祷告呢取代咒骂，要跟喜乐的人同乐，跟哭泣的人同哭12章15节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当人遇到喜乐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认同；当人遇到哀伤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感受。所以酸甜苦辣、生老病死各样子的喜乐或是痛苦，为什么像昨天也有告别式，那去参加很多人没有参加过教会告别式，他们非常的受到感动，说我们跟你们无亲无故，为什么你们比我们的亲人比我们的这个亲戚还要主动来参加我们的丧礼，那让他们真的很难理解。但是也感受到说这是一份基督徒和世上的人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并不是去做功德而是去一个认同别人的经历，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所以不要心高，要同心彼此关怀，不要心骄气傲或是志气高大，意思就是不要思想高高在上的事情不要把自己想成朕皇帝把自己想成别人都是自己的用人一样而是要谦卑的对待每一个人，抚救卑微的人那现在中文译本把的人拿掉，抚救卑微其实这个意思是更正确的，因为抚救卑微的人其实它代表是关心卑微的人，也关心卑微的事所以抚救卑微就是没有人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没有人要捡的垃圾，没有人要扫的厕所，但是基督徒呢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用各样的恩赐去服侍，去建立肢体，互相联络，这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好，那在社会上卑微的人、卑微的事呢，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多看他们一眼，但是保罗要我们去关心、注意所以在那个时代也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好，所以教会为什么要去关心弱小的弟兄，关心弱势的人，这是教会神给教会的一个呼召，不要以恶报恶，大家看为好的事要踊跃去做，要尽你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所以世俗的人世界的人是一个以恶报恶，以善报善，但是这个就是自己做上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是一个圣灵充满，因信称义，所以会追求和睦的事情。好，那这个和睦呢，就是追求和平，就是追求与众人，众人就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但是和睦这件事情呢，不是自己想做就可以做，也要对方能够接受。所以保罗会说，若是能行，所以他有一个条件，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那19节就是说，不可为自己复仇，宁可听凭主怒，就是让上帝替你伸冤，因为箴言的申命记的32章35节伸冤在我必报应好，那这个是这个对摩西在我们之前有读到申命记32章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已经告诉了神的子民和百姓
好，要进入迦南地应许地呢，好，还是要让上帝来做掌权，上帝做审判官。好，但是我们看到旧约当中进入迦南地很快就有了士师记，士师记就是审判了。好，那这些审判的士师呢，好，他们是代表上帝，好，其实背后是上帝在审判。但是如果只有看到这些士师人，没有看到上帝呢，好，就不是听凭主怒，好，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了。好，所以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追求自己期待的公义，而是要用祷告，用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同时在不公不义的当中，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肢体，用圣灵所赐的恩赐，好，来互相的来帮补。好，那20节又继续说，如果你的仇敌渴了，就给他吃，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这样做就会使他脸红耳赤，羞惭交加。好，那和本翻成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好，那这段是来自于箴言25章21节到22节。炭火就是还在烧的炭，不是只有那个黑黑的木炭，是红彤彤的。好，所以这个炭火是指说人极端的羞辱懊悔的时候，整个脸都红了。好，是指那种心中像火焚烧那种痛苦好，就是觉得扎心啊。好，就是觉得自己很羞惭的意思。好，所以现在中译本把这个脸红耳赤、羞惭交加，好，就是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好，最后12章21节。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12章12节说，在盼望中要喜乐，好，那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好，21节说，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来胜恶。好，所以我们怎样用爱心来对待仇敌？好，这耶稣在登山宝训，好，就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人家夺你的外衣，人家强迫你走1里路，好，只要做祝福，不要咒诅。好，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新的诫命。好，是一个彼此相爱，用爱来胜过恶，好，来胜过仇恨。好，今天这段经文，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把这个信心的功课，好，这个得救的生命，能够与世界与人来分享。好，从自己把它当作活祭献上，然后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在社区社会当中的服事。好，明天进入13章，在国家当中好的服事，基督徒都应该要参与啊。好，12章第1、2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好，所以我们的侍奉呢，要牢牢的记住。但是不是只有在12章，而是因为我们明白了1到11章，所以我们带着1到11章，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受苦，因信得荣，好，来与神同行。12章第5节说，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每一个肢体我们都应该要 welcome， 要欢迎，而且要看重，要尊荣。好，要尊荣我们的每一个肢体。好，所以我们涂指甲啦，我们会做脚底按摩啦，我们会梳头发啦。好，这个头发，每根头发我们都应该去爱惜，才能够让所有的肢体连接起来，成为一个身体啊。好，那最后提到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好，这就是一个中心的原则。好，如何效法基督？好，盼望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所学习的，好，能够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应用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好，能够来荣耀上帝，也能够在这世界上看见上帝如何彰显他的公义，好，是不同于这个世上所要追求的公义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掌管一切，你把这样子的爱交代给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明白神是爱，而神又要公义，又要怜悯，又要慈爱，而基督徒在这两样要追求的并行当中，来活出一个因信称义，能够爱人如己，能够容神益人的生活。这对许多人来讲是没有办法同时兼顾，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当中，使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如何
活出神的公义，又能够活出神的慈爱与怜悯。求神与我们同在，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呼叫阿爸父，能够乐意遵行你的旨意，照你的话语来行，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